然后其实它后面有一段吟唱，我希望大家帮我一样。阿美族有一种唱歌的方式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答唱。那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一句，这样就会给领唱者力量。我们示范一下啊，拉铁粉，注意啊，帮忙唱啊。嘿呀嗨呀呀吼哟呀，嘿呀哈嘿呀。好，解释一下，我先唱那一段，前面是我的领唱啊，答唱只要唱嘿呀哈嘿呀，试一次来，嘿呀哈嘿呀，哦嘿呀呀吼哟呀，嘿呀哈嘿呀，嘿呀哟，嘿呀哟，嘿呀哈嘿呀，嘿哟，哦嘿呀呀吼哟呀，嘿呀哈嘿呀，都要唱哦，好不好？都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没有在书店唱过歌吧？现在有没有最正当的理由？好，会了哦，那我就一起唱这首歌《风》。Aku badai duta peri, upari mimpi ukadu tak kepu, upari mimpi ukadu karu kilang, upar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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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ai sabak pali tu panai, upari, na ai sabi tangguri tu, upari, sata sa menu.
咿呀吼咿哟呀，嘿呀哈嘿呀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参加丰年祭了。来得及吗？你们有休假吗？暑假？没有哦，好可怜哦。那听歌就好啦。哦，也很开心大家今天来听我，跟我一起分享我的歌，我的音乐。最后一首歌教大家讲一句阿美族的话。